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第71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真有福气咱有邀请到这个Along Together 这个纪录片就是在记录武汉肺炎这个纪录片的导演潘宣武来到伫咱中间今仔日进行的方式是咱尽量要有较侪人来迄个。发表咱伫即个武汉肺炎中间所经过的一寡艰苦代，也是讲有一寡看到啥物对人性的新的看法啦所以咱就先请咱潘导演伊可能会简单来先来放伊的影片差不多4分钟即个纪录片，伊拢总是差不多30几分啦是恐惊讲有人看过，还是讲有人还未看过已经甲即个纪录片一寡内容袂记哩，所以咱即摆是毋是先请甲时间交互潘导演请迄个潘导演你来开始来放迄个纪录片然后你先来讲然后咱阁有听到迄当时就是伊的姐夫啦伊迄当时住伫武汉伊的亲身的经历来大家分享咱伫即个车轮的中间有写5个范围，咱今仔有想要讨论假使你若有想要讨论啥物，还是要问啥物嘛欢迎大家踮即个车轮的所在来甲大家讲安尼好，我的时间交互潘导演。大家好，我是潘宣武，Along Together 的导演。我着简单介绍即个影片。Along Together 是邀请11个国家的人做伙制作的影片，记录 COVID-19 疫情开始的时阵，家己的所在、家己的经验。我是台中人，逢甲大学合作经济系毕业的2021的时阵，我来美国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读媒体的研究所。后来我就去迄个纽约去找头路。2020的时阵，我伫 Brick TV 做制作人这个是我的我拍的电影即马就有即马有几个六七个安尼。因为我的工课我学会晓安怎去做访问，搁做纪录片。后来我想要讲要做家己的物件，我就先找我熟悉的朋友听因的故事。因的故事拢足有趣味、足有意义的。因为迄个纽约有足侪移民的，有日本人，有中东的人。我听因的故事，开始有搁较侪的兴趣。我就做影片听因的故事因内面有足侪因的文化研究遮物件。我嘛伫伊迄个影片内面去了解佮讨论因的困难。我拄则有介绍我家己的影片有日本的，有叙利亚的难民日本是移民抑阁有我最近有做一个乌克兰迄个移民难民的故事迄个2月时阵会伫Sweden去明 museum 一个1 week presentation 安尼。抑阁有做一个布袋戏的抑阁咧做拄开始我的 next page OK。我着讲一寡我咧是安怎去做即个 Along Together 就是讲迄个为虾米会做即个？等下我看一下就是迄疫情咧开始的时阵阮姐夫因公司派伊去武汉去拄着 COVID-19 无法度转来。
迄阵大家拢足紧张的，毋过迄阵咱大家拢毋知以后会安怎，即马是安怎，伊嘛是讲无得做一个记录，迄阵的迄个情形，我就来问讲，你敢会使拍一寡物件，互我去做这个影片？伊讲好。我就想讲，安尼我就来做我朋友的，别个所在，别个朋友的故事。我甲我熟悉的人问讲，我敢会使做恁的故事哦？伊嘛讲，我的朋友拢讲好啦。嘿，我的同事嘛来倒3工做我的制作人，因的朋友嘛足欢喜去甲阮讲因的故事。就是安尼，阮参加的人就变足侪安尼。阮的组员，阮迄做影片的组员拢是美国，毋过因拢是别个国家来的。阮有美国人、台湾人、英国人、russia，搁马来西亚的人。讲故事的人有11个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台湾、意大利、Ireland、Netherlands、中国、罗西亚、马来西亚个德国安尼。阮伫网络讨论，我就甲因讲安怎翕，安怎互阮家己，因就翕完甲寄来互我做影片安尼。OK。阮的主题是安尼啦，是讲大家拢是无共款无共的国家，毋过拄着的问题是差不多啦。COVID-19 的时阵，家己的孤单有互足侪人心里足艰苦的。囡仔、大人、老人拢有。就是安尼，阮有足侪人讲即款的故事。对野兽人的迄建筑起始的问题，嘛是突然间变足侪，有诶特别暴力。想讲，就像讲阮纽约的人有足长的时间，阮毋敢出门，嘛毋敢去坐迄个地下铁。因为袂使出门，学校嘛关啊。学生上课是变做爱个用迄个 long distance。对老师甲学生拢是新的试验。毋是讲大家拢有网络电脑，爸爸妈妈突然间变做老师，嘛是真大的一个挑战。第一线的人员有医生，有护士，有杂货店的人员，卫生队的记者。因伫这个时间特别辛苦，因的生活足危险的，无一个注意，就会去着迄个 COVID-19。我故事内面还佫有讲过疫情的时阵，大家斗相共，互相斗相共。想讲我有一个朋友，伊就是做 mask，做 mask，就有人互伊钱去买迄个布料，伊就亲手去做迄个 mask，送去互迄个老人院的老人，搁迄个病院的医生、护士，护士。嘛是有听讲，我有朋友伫村里煮饭，送去互迄个厝边的老人。来 ，next page。So，阮做这个影片吼，阮就是咧做迄个社会工作啦。阮嘛毋是有医生嘛，毋是政治家。毋过阮就是做这个影片，真是记录大家伫迄个疫情的时阵的生活。嘛是知影这个疫情，互阮去了解咱的social， 有足侪咱无咱的 society 有足侪咱无注意的，毋过实在是爱紧处理的问题。等下哦。
阮希望啊，甲迄个学校甲非营利合作，放即个电影讨论无共款的主题。若是有兴趣去放即个电影，搁做迄个讨论会，搁今仔安尼，嘿，拢会使甲阮联络啊。迄个因为这影片还搁咧推广嘛，咧发行，阮拢嘛是拢需要资金啦。阮遮嘛有一个迄个存款专线，你敢有看到迄个 QR code，还是讲看去我的迄个 web page，拢会使找着，拢会使找着阮啦。嘿，感谢大家，安尼。好，感谢玄武的分享。哇，你台语吼安尼敢若一两礼拜吼，你进步真济吼，我相信你用足济时间去伫遐练习啦吼。啊，我即摆有搭讲咱要讨论的差不多若有看着先去看电影的人吼，欢迎恁来参加讨论啦吼。基本上咱即摆今仔日有想讲有对5个方面吼，要来讲遮个问题安尼啦吼。恁家己看啦吼，家己看遮拢总有5项啦吼。你若感觉讲你有感觉你有看过出电影，你有感觉有啥款感想吼？麻烦恁会当先搭来遮啦吼。所以咱即摆就是咱先甲即个时间吼，交互导演的姐夫啦吼。伊拄好，迄个伊嘛有伫即个纪录片内面啦吼。伊武汉肺炎发生的时阵，迄阵人伊拄好去互公司吼派去到武汉的所在，所以伊有真侪第一手的经验啦吼。所以就是请即个你是罗先生嘛吼，向路吼，台语的发音是罗啦吼，请罗先生你先来分享头前即3个议题啦吼。每一个议题你若讲了无够的，以后会当去讲吼，所以毋免每一个议题毋免讲伤长，互大家有大家会当参加讨论的机会吼。了后，我有看到迄个柯锡文医师吼，因也来伫遮吼，伊有嘿对，你讲要邀请你的精神科的医生，迄个敢有来？迄个锡文医师，你敢是讲要邀请一个精神科的朋友吼？若有来吼，我请伊来发表一寡意见吼，就是讲讲，因为伫即个武汉疫情的中间的时阵。足侪囡仔拢袂当出门吼，所以是毋是讲因对因的心理发展有啥物影响吼？还是讲即个吼，即个精神科的门诊吼增加足侪吼，所以会当讲安尼来发表一寡意见吼。佮迄个李清木医师吼，咱嘛有讲吼，阮咧练习要哪来有演的时阵吼，伊有讲着讲分享一寡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吼。第一线医护人员会拄着遮个困境吼。好，安尼无咱就先甲即个时间咱交互罗医生。好。大家早安，大家好。即马是美国时间的一是不哩个我这边我伫台中，所以我这边是暗时。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罗，卢沟桥的罗，所以毋是四维罗。我本身是伫台湾的一间外商公司咧上班。伫2019年迄个时阵，我是去互公司外派，算去，毋是去遐出差，是去遐常驻，因为公司伫遐要建新厂，所以我互公司外派去武汉。等工厂建厂建好了，阮准备到迄个武汉的所在来做生产的工作。所以我的任务包括讲到伫迄边的训练，搁带工程师做生产线的一寡 startup 加 run up， 即 performance 的 run up。伫应该是2019
2019年2019年的时候年底，其实伫武汉，因当地人啦，都拢有咧窃窃私语，就是讲伫私底下拢有咧讲一寡因家己感觉足奇怪的病头。我伫台湾的 PTT 嘛有看到，拄啊好就是迄个卫生署的罗一军副署长，伊伫 PTT 伊就有看到讲大陆迄边有一寡不寻常的、无寻常的迄个讯息出来，有一寡不明的原因，迄个镜头做成 SARS， 其实迄个时阵因拢是做怀疑讲是毋是个 SARS 个顶来。那因为阮公司有一寡同事，其实因就是伫武汉华迄个海鲜市场，因就是住伫遐。其实因迄边就已经团开啊。迄个时阵是2019年的年底，大概是我印象中是22月啦。听讲11后来是听讲12月就开始有发生，啊12月的时阵就开始有。因过迄个时阵，迄个情况之下，其实阮过去迄边，伫大陆迄边的人士就有甲阮讲，因为因知影阮台湾过去的，其实对外口有足侪因当地毋知影的消息，所以其实阮的人资有甲阮讲，希望阮莫去参与因当地的讨论。啊，所以就是安尼，因私底下有咧讲一寡当地已经发生的代志，问题是讲，阮毋敢去参与讨论，因为阮毋敢甲台湾讲着的知影的代志嘛下面聊落去就对啊。迄个时阵拄啊好，我有同事我有一个同事拄啊好，伊的胆囊发炎，伊怎啊送去武汉的协和医院。我有去看病，其实迄个时阵协和医院的急诊室都已经拢是人啊。迄个时阵真正讲起来，我无相片的记录，因为我嘛无揸手机，我无想到讲迄个时阵爱记录这个。我敢若知影讲，阮有甲要求讲，阮即个同事要爱独立病房，阮爱含其他的人来做伙。因为真正讲起来，毋知影讲到底即个传染力到底有偌大。阮公司算是外商嘛，所以阮的医生是算 ISOS 会派伫中国大陆迄边的医师会来甲阮做一个参考。其实因当地的医疗人员真正讲起来，其实因无清楚即件代志的严重性。因的看法是叫阮莫黑白传遐谣言，因感觉迄个代志无严重。这是我伫差不多封城进前发生的代志。2020年1月23，这个日子我永远会记哩。我会知是接到阮同事的电话，讲因看到电视讲，迄天的10点要封城。我并无准备转来台湾啦，因为阮有一寡同事有转来台湾，阮就大家有参详好讲，我就留守，我就遐算留守伫迄个所在，所以我无准备转来台湾。迄时阵一个要安怎讲嘛，是最幼稚的心态，就是讲，毋捌看过封城，毋知封城到底是啥物款，无阮嘛来封看卖啊咧。嘛无想到讲这一封后壁就是可能差不多要100天免出门。我是后来4月20号坐同尾一班的包机，台湾的包机，转来台湾。所以恁伫电影内底翕看到的迄其实看起来介实是迄种电视记者去翕出来，其实是我翕的。因为我是本身是坐包机，伫飞机顶头，搁坐专车去甲迄个防疫的迄个场所，有看到卫生署的穿白衫的遐防疫人员，因咧工作，所以遐个镜头拢是我翕的。
包括讲对飞行机顶头翕台湾迄个夜景，遐个点点星光，迄拢是我翕的。所以一开始选务其实我拢叫小解啦，小解甲阮讲，啊无咱来翕一下影片。其实迄个时阵伊无用 Along Together 即个主题甲阮讲，伊只是甲阮讲有一寡概念，伊有写一寡概念，互阮看讲，阮差不多甲阮啥物内容翕出来。所以我就我生活当中一寡过程，用伊的概念，尽量符合伊的概念，去翕我一寡生活顶头的影片出来，互伊。后壁较是伊对伊的朋友伫世界各国去收集落来影片，甲剪辑起来变做一出电影。一开始其实我嘛有含伊讲过讲，这个主题到底是要啥物款？不离个这可能物咱今仔要爱讨论物件所以一开始其实是我翕的角度有一寡较批判性，因为我嘛其实有一寡旁白我家己的录音，我嘛有寄互伊，伊拢无用入去，因为伊是感觉讲可能含伊的影片的调性可能无啥共。我先讲到这。感谢各位。感谢。安尼咱还佫有第二个主题啦，吼。咱是讲到即个 Asian crime， 就是讲伫西方世界吼。因为拢怪讲即个武汉肺炎是按中国来的，吼。所以看到若是黄种人的面吼，拢甲伊当作是中国人，包括我的囡仔吼，伊是美国生的伊迄阵拄好当咧严重的时，阮洛杉矶当咧严重的时阵吼，伊要来看我，伊带因囡仔细汉囡仔来看我，伊嘛毋敢留拢伫外口，毋过吼，因拄好伫咧驶车要来看我的中间吼，伊的后壁有一个外国人，啥物人啊？咱莫讲是啥物款种族的人，伊斗一支喇叭。到伊个车内面斗一支喇叭吼，甲伊讲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安尼吼。阮囝是伫美国生的吼。我会记得伫即个中间疫情还未发生的中间，我迄个 Asian hate crime 就开始增加。我一遍我迄个张法医师来讲，即摆足惨的呢。阮即摆伫即个美国吼，即个亚洲人吼。即拄着暴力的情形吼，增加几百倍啦。伊真毋相信，讲敢有可能？到即个疫情的中间吼，即种的物件愈来愈严重啦吼。所以是毋是伫即个影片的中间，咱是看起来是伫英国嘛？敢是？宣武，迄个是伫英国发生的嘛吼。所以看起来这毋是干那伫美国。代志吼，所以是差不多是会使讲全世界的即种的情形，所以毋知伫遮有人要针对即个就是北美的人啦吼，敢有讲恁会感觉讲对即个Asian 吼即种的歧视吼，还是讲甚至是暴力吼，咱伫电视嘛不是有看到吼，敢有啥物款的要分享的无咱是毋是先请迄个单位，恁伫加拿大敢有即种情形？加拿大可能族群的关系较好啦，吼，恁迄个语言有双语吼，对即个少数民族不知欢迎的款。毋知加拿大情形是啥物款？加拿大吼，虽然移民足济吼，足济款人拢伫遮，但是制度吼，甲美国足无一样的吼，所以即款的情形加真少啦。照我所知啦，甲美国我想差足济啦，嘿，呀，为遮吼，我小可来讲到即个咱今仔日要讨论的即个4点吼，即个潘导演提出来，我想第5点可能会使，佫来讲到即个人性的即个
伫即个危机的时阵，人性的反应安怎吼？我感觉即个 Alone and Alone Together 吼，即个名号了足好啦，因为即拄好凸显咱人的两种动物性的需要。第一，咱需要个人的环境家己一个的时间甲环境。第二，咱阁需要甲大家做伙爱 together，所以即个题目我感觉足好足好，足适合即个影片我所看到我是感觉讲，即个人若伫真危机的时阵换了有两款无共的人性的反应，伊免来应付即个危机啦第一，伊变做 together， 就是足合作起来。像阮厝边隔壁啥货安尼，特别安尼另外一款就是变做足对立，咧抢物件啦，啥货互相攻击安尼所以即个方面，我相信即个影片会当互咱看出来好，多谢。好，咱这一个叶先生你读书啦，伊住伫Vancouver。OK，无你，请你先来，你有举手先来讲我来针对这个 Asian hate crime 来发言拄则即个讲，即则讲来讲，即个阿龙特加了，即个名好了真好的东西即个阿龙就是伊会表现出讲咱人的自私 ego selfishness， 就是人自私的时，咱就变做阿龙。咱若是会当讲敦亲睦邻，互相安尼帮助，互相团结合力。共同来解决问题时，咱就 together， 这是我的感想。为着即个 COVID-19， 伫个2001年的时，阮后生又甲讲甲强要哭出来，目屎干目镜，讲伊伫个病院甲其他的医生做伙咧处理一个病人的患者处理好的时，阮后生因为伊是上少年的，所以来伫遐写一寡资料。阮后生咧无用咧写遐资料的时，迄个病人竟然要出门出迄个出迄个房间门的时，伫个调过伊徛伫个房间门口，甲对。因迄个医生内底，敢若阮囝是咱台湾人，其他拢白人甲印度的中东的人。结果迄个患者伫个门口甲讲话就大声讲 ，I'm going to Wuhan next week。迄医生听迄个患者讲安雄伊讲出来，逐个听无。其他医生讲 What? Repeat again， 叫伊搁再讲一届，结果迄个患者搁再讲一届，搁愈大声，目睭看阮囝，阮囝是咧无用咧写袂完，就一直咧写，结果迄个患者搁再讲一届讲 I am going to Wuhan next week， 我要去武汉，下星期我要去武汉。逐个医生听一个护士，逐个拢停伫遐愣 ，what？ 伊个状况根本就无可能出门，为虾米安尼讲？所以其他医生迄当阵较反应过来讲，干嘛？即个患者讲，你讲安是 criminal， 你讲安是犯法的哦。迄个患者听着安尼，就赶紧走。讲即个情形，伫个阮万区吧即边遮，足济咱台湾的太太啦、先生，因出门的时，准讲去买物仔，白人对伊拢若像看着
咱台湾话讲看着加蛇呢，用迄个目眼光啦，用迄个态度，对伊要结省付钱的时候，对伊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歹。啊，所以讲即过咱台湾人伫个外国，我个人是希望讲，若有啥物 sense， 有啥物会会全国的调查的时，咱逐个甲写讲我是台湾，我是用台湾话 ，I speak Taiwanese。I'm from Taiwan。即句话我是希望咱逐个伫咧台湾、伫咧外国遮诶人，咱逐个会当团结起来。毋是写讲 I speak Chinese，no， 我是讲台湾话的人，我是讲台湾话诶人。这是我看即个 Together 跟阿龙，多谢你感谢讲有即个影片来替咱讲出声心声。多谢。多谢语言的分享啦吼，咱敢有住伫美国的，即两位拢是加拿大的吼，所以若看有美国人要分享嘛，我先过来补充一个啦吼，我会记得差不多要1-20当前吼，我有一遍去参加即个伊塔萨吼，伊塔萨就是讲因即个美国囡仔伫大学园吼，伫大学因的校园的组织啦吼，因遐办去迄个 UCLA 两加州大学遐办一个同学会吼，有邀请我去，伫遐吼，我印象足深的啦吼，因为因有邀请一个日本语的教授吼，伊是伫迄个 UCLA 咧教 Asian Study 还是啥物款，伊讲的话我感觉足趣味的，因为迄当时算讲即个 Asian hate crime 的议题还未起来啦吼，伊来讲，伊大意是讲，恁遮家己咧讲咧强调Taiwanese identity 啦吼，毋过啦吼，伊用迄个几十当前吼，一个叫做陈果仁吼，差不多1980年代，迄阵啊逐个足气日本人嘛，因为日本车销来美国吼，销甲足好诶，美国经济足歹，日本诶经济足好，所以当时逐个足恨日本人。迄个陈果仁，伊去伫一个bar内面，酒吧内面伫遐咧啉酒，当然迄拢边仔拢白人。到尾啊，逐个想讲伊是日本人，用捌达安尼甲讲死啊，我甲讲死去啊吼。伊是讲用即个例啦，伊讲假使若有一天中国和美国相战的时阵啦，吼，咱袂分讲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伊分袂清楚啦。你要安怎家己来保护家己啦吼，所以变做讲这嘛是值得咱伫北美咧生活的遮个台湾人吼，来咧深思的问题。除了讲拄则语言厉害咧讲，是毋是讲咱爱较用台语来讲吼，来表示讲咱的身份吼，甲人教育吼，即点实在是足重要，或者问题足重要。除了遐，是毋是讲因有啥物款的方法？像你敢是有想要补充吼？你来讲，请你麦克拍开，请你麦克拍开，无听到你的声。像，袂当听到你的声哦。你麦克爱拍开，我听无你的声，阁听无。不要紧，安尼看有咱伫北美的有咧回应无？来，请你。有开麦克，但是无听到声。嘿。搁迄个头壳李医师敢是有举手？这个吼，5早，我感觉这个纪录片做得足好，足要紧吼。有遐济国家诶内容，最好这个国家诶名若个写搁较明咧吼，人印象会较深。这个 Alone Together 吼，我感觉足 positive， 因为 Together 放伫后壁，就是讲大家做伙来分开受苦吼，毋是 Together Alone。Together Alone 就是讲大家受苦无人插吼。
along together，大家个人拢咧受苦，但是 together 吼，这有一个真好的现象。虽然讲有歹的所在，譬如讲，阮几个朋友吼，因比我较少年，在疫情较严重的时，要去买菜，因拢顺续买来，用一个袋仔放到门口，阮迄个袋仔佮消毒了再烧分吼。所以这是 along together 吼，是对人性有 positive 一点啦吼。讲到这个种族的问题吼，阮迄阵嘛拢尽量避免去人较乱的所在。我有两三顶这款帽啊吼，这个是 Formosa， 另外一顶是台湾 Yes 吼。阮迄阵若要出去，戴这款帽啊吼，这咱得爱增加咱的 identity， 佮增加咱国民外交吼，同时有也是保护咱家己啦吼。所以对于这点，咱即摆咧讨论这点，我是讲安尼啦吼。其他小等再去讨论。意思是无袂歹咧，吼，是穿迄个 T 恤，是讲戴迄个帽啊吼，咱迄个有写台湾的吼。好无？咱看迄个罗医生，你敢会当发声吼？你来试看觅？来了，看到眼神有举手吼。敢听到我声音？即摆会使啊。OK， 因为我就讲我平板可能迄个网络会较歹，我用手机啊可能较好。我要分享我一个故事，就是离疫情一开始发生的时候，迄个时阵我无讲我有几个同事，因是过新年的时阵转来台湾。迄个时阵，因有几个同事，因的情形是，因的囡仔离开学了后，因为因本来是离武汉是上国际学校，问题是落档了因飞袂转去，所以变做爱到台湾就学。问题是学校歹互因入去，因为学校讲因是武汉来的，尤其是因遐个囡仔、遐同学，要入去迄班的时阵，拢有一个真正讲起来，阮的同事的感受是，其实嘛是足不以为然来讲，阮白白拢是当阮台湾，所以我要讲是讲，这唔那是 Asian 迄个歧视而已。我是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其实你歹势，我刚刚用华文你讲，我意思是讲，其实你台湾本身，我唔知大家会记你台湾迄个时阵一开始的时阵，其实台湾嘛是内乱甲要害。为着口罩，为着红十字的迄一寡救援物资要入去中国大陆的时阵，嘛是内战甲密密麻麻。所以，这台湾认同的问题，我要讲的就是讲，其实这是必须爱加强的啦。当然我唔知影伫西方世界，恁即马拄着的情形是安那。我要强调是讲，其实台湾，莫讲台湾内底无发生这种代志，台湾本身其实这种情形嘛是存在。而且嘛无较要安怎讲，无严重，应该讲起来嘛是同款严重。这是我分享一个故事。我敢会当甲你请教一下吼，比如讲，你有感觉讲迄个台湾，因为这个疫情的中间，台湾和中国的这个隔离搁较开吼。第二，你敢有感觉到讲台湾人对去台商？对去台商遐个人，有一寡因为疫情产生一寡负面的看法。即马我毋知啦，伫迄个时阵确实是有影有。确实。伫迄个时阵，伫迄个时阵，其实我讲就是讲，我伫迄边其实有接受迄个苹果日报对我的采访。迄个批采访出来了后，其实袂少台湾人。会攻击，直接伫迄个网络内底直接攻击我，讲恁都拢台商啊，去遐趁钱啊，就迄边缴税，恁到迄边住甲死就好啊，恁转来要创啥？我相信迄个一开始第一班包机有插一个 COVID-19 感染者，一落机了后，其实台湾卫生署就叫骂到要害啊。所以讲这种歧视是我是感觉这不是，这毋是含人种有关，这是含讲
你有破病，伊就甲你当做是一种，迄个歧视就已经是在心里迄个所在。所以你会使讲，我要讲较远的，讲较其他的就是讲，其实因翕出来遐方舱内底遐病人会使快快乐乐跳舞，恁敢相信迄是有可能是真的？真正讲起来，我伫当地的情况，虽然我毋免出去，因为我住伫咧饭店内底，其实我毋免担心讲我会食清的问题。因过疫情一开始，我知影的情况是，其实一开始第一天1月23，讲迄个封城了后，其实超商内底抢物资、抢菜，迄是比后来上海旧年年初发生的迄个情况，迄其实拢算小事情。你当初武汉迄抢啊愈严重，我嘛有相片，因过我经验无留咧啊，一八肠啊50块、60块人民票，伊嘛是安尼咧卖啊，所以这嘛，我有当时感觉疫情是一个照妖镜啊，拄好甲人。甲人迄个一寡，要怎讲？你的根性吗？拄好拢会说出来。对，这拄则迄个咱雷医师咧讲，含义医师咧讲，是听到啦吼。讲到尾啊，这是一款人性啦吼。人拄着即个生命的威胁的时，拢会想讲要保护家己啦吼。还想讲较早迄个以色列人家己嘛安尼，拄着泰戈病吼，因就完全拢关起来啦吼。啊，另外甲大家补充一下吼，女生毋是讲所有台商吼，拢就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吼。我想迄个罗先生，我含伊咧讲的中间，我感觉伊是侵略的人吼，毋知伊家己安尼感觉无吼？我是毋知吼，但是我知影伊是侵略的吼。好啊，无咱咱迄个遮颜色，你来讲一两分钟吼，啊来了请回纳吼，来。会使讲啊，听有无？是，你足细声呢。安尼哦，安尼听有无？有。咱搁较大声诶，安尼哦，我看我这个听无呢。听无。会使，你头拄仔咧免讲会使啦。嘿，你本地你莫，好，安尼会使。你听有啦吼。嘿，我补充一个啦吼，即摆吼。台湾和中国的问题吼，愈来愈严重了。安怎呢？中国吼，即摆是正讲话做国语话做迄落啥老鼠过街啦，吼，呀，大家拢咧对中国印象足歹啦。啊，所以咱吼台湾一定爱想办法和中国分会开啦，identity 爱分会开啦。我讲一个例啦吼，阮即个所在吼。我足早就讲要开台湾台语的学校啦吼，啊开拢未通啦吼，啊最近较有人有趣味啦吼，啊，阮这有一个教会叫做台语教会吼，遐有开迄个叫做华语班啦吼，啊所有的拢总是迄个中国话的班啦，啊我讲要开台语的班，伊讲无够势，啊所以。我讲，咱爱家己爱想讲，咱台湾来讲，有时你讲要独立起来吼，你无独立，我相信甲别家己独立啊。就反正讲，咱爱建设台湾，爱想讲是中华的台湾，吼，呀，啊中华的台湾吼，你就无会讲啊，吼，啊若要台湾的台湾吼，你各方面都是讲，即个建设来讲，爱有即个足明显的identity， 对呀，啊 identity 拢当然，咱讲爱讲台湾话真好，呀，不过咱即阵所用的呢是用汉字，好，多谢吼，我看咱捌去讲文字的代志，咱先来甲即个议题搁转来讲着即个 Asian hate crime 遮吼，啊文字的代志咱搁另外搁来找时间来讲吼。来，咱有看到即个慧娜吼，我请慧娜搁来讲，好无来？多谢。看导演，导演真感谢。我昨暗有看即片电影吼，我感觉即片电影互我的感觉就是讲，伊真客观啦，啊，甲观察
客观甲迄个观察的深入吼，所以真感谢。咱讲到即个hate crime 这项代志吼，我相信讲会正大的反应，对中国的即个hate 会突然间爆炸，这毋是一朝一夕的代志啦，吼！你甲看，即个像伫美国，大家对中国的迄个防卫甲迄个 threaten 威胁已经是存在啊。只是讲即个 COVID-19 变讲一个导火线，拢总互伊逼出来安尼啦吼。啊，事实上这敢有根据？咱甲看最近3项伫加州发生的即个 mass shooting， 拢为中国人出来啦。像最近即个伫 Monterey Park， 啊，甲伫迄个 North California， 迄拢是中国人出来。佮伊的特色佮是，遮的人是毋是少年的哦，毋是迄个血气方刚的哦，70几岁的人哦，做即个 shooting， 所以一个70几岁的人，伊会做 mass shooting， 可见伊迄个仇恨伫心内已经偌久啊！所以即款咱来用这来分析中国的移民来伫遮是啥物款的心态。所以即个讲，咱爱区别咱的身份是足重要的啦，吼。迄个像譬如讲，咱普通是咧讲话，讲我为中国大陆，根本你都毋免讲迄个大陆，我拢共讲，你毋通讲啥大陆，我为大陆来，我等于大陆，这是一个对足危险的一个，你家己放伫一个足危险的地步，家己毋知影吼。这对即个 COVID-19， 我有感觉讲，伊对咱的社会，咱讲 along together， 真正是足大的改变，经济方面、教育方面、文化方面。拢是一个人类生态的大改变。我感觉讲，这是足值得咱搁继续去注意的。多谢。好，安尼吼，咱即摆我看到迄个语言有举手啦，吼，语言你讲较简单的吼。了，我要来问即个潘导演啦，吼，你有特别讲，你想讲爱有一寡人按即个心理的赞助吼来回应吼，你。是毋是较顶仔你说明讲你是安怎较会有即种感觉吼？了后咱较来请即个蔡医师吼，迄个柯医师啦吼，柯锡温吼，含你的精神科的医生的朋友吼来分享，好无？好无？请议员来请。我是要回对即个想伊拄则讲的问题吼，我有一个感想，就是讲想头拄仔讲，咱人的本性伫咧台湾。第一个班机等于武汉的班机等于台湾的是，因受到的一寡区别的待遇。那即种的情形，我想伫咧咱普通时，准讲咱无即个 COVID-19， 咱普通咱伫咧台湾，伫咧咱家己咱相像咱台湾人的中间。互相有迄个区别的心态，即个区别去轻视的心态，这就是咱人的本性。即个本性，伫咧中国大陆、中共因遮的人来讲，因是愈是从因1970、1960迄当阵，因伫做。斗争、人民公社斗争的时阵，因所利用的就是咱人的本性，迄个修行的，我讲国语是咧仇恨心态。所以讲像即个 Montreal Park 即个 shooting， 这些是遮的代志，拢70几岁的人，70几岁的人来算。因差不多1940、1950、1960迄当阵生出来的人，迄当阵因拢是伫咧斗争因的爸母，
因所生活的环境、文化背景、环境生活背景，就是伫个斗争的时阵时代，所以因即个年代伫个中共伫个大陆出世的人，因迄个仇恨、仇恨即个 hate crime 的心态是非常非常。我迄当阵1980的时，我伫个日本，我拄啊，哪会现拄啊好拄着一个伫个宿舍大陆来的，伊是红卫兵出身的，讲着话，逐个伊宿舍内底每一个人，拢互伊迄个伫讲话迄个喙声就是咧斗争每一个人。所以讲因即种就变做讲，迄个习性，咱人的习惯、脾气、个性要改真难。所以因即个 hate crime， 即个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所以咱台湾人伫个外国，咱更加是爱细字，爱甲咱是台湾Formosa，更加爱来讲出来。当时咱伫个台湾，我也希望咱台湾人足侪内应内应，伫台湾伫乱遐人，我希望因遐人会晓觉醒，多谢。好，多谢议员的分享哈。潘导演，你敢要？你甲麦克拍开。Hello， 嘿。要讲mental health 的代志遐。然后你是安怎较会感觉讲，因为我会记得咱含即个，咱顶边咱有含即个廖教授咧分享的时阵我是感觉迄阵咱有可能讲着讲，即个片的本质是咧拍一个流行病的记录毋过今仔日咱咧讨论，拄则几位咧讲，咱是讲，其实即个along together， 咱到尾是咧讲着人性啦，咱今仔日讲讲着人性所以伊是咧讲即个若是讲要拍一个流行病比讲来讲迄阵的时阵是安那即摆以后是安那，有一个对比有一个对比，安尼来若讲要来记录一个流行病安怎发生安怎结束就是讲有一个对比，安尼来讲即个流行病爱讲较会清楚。毋过若是讲用即个along together用人性的部分来咧切入就无一定是安尼。我是要甲你讲，咱咧等即个释文医师因要来回应的时阵，我是想讲讲，你是安怎较会特别来拜托讲较袂当接几个精神科的医生来按即个精神的层面以心理的层次来回应即个影片好，我是感觉迄代志拢是有关联的啦。就讲迄个破病的，破病迄我讲是着迄个 COVID-19 的人，就破病就要死迄个确实一个代志。毋过若是讲你着无着着，毋过你着关伫厝内面，嘛袂使出来，安尼1年1年2年安尼。你若是会使出去咱亚洲人伫外面互人咱免安尼骂安那我家己嘛是有，我是无拄着迄个足暴力的代志毋过我嘛是有我出去的时阵嘛是有人突然间就走到我下壁，甲我讲。拢是恁啦，安尼，然后讲迄嘛是是嘛是安尼惊一个安尼，嘛是你讲这就是 fear 嘛，这 fear佮安尼其他other emotions， 安尼就安尼连做伙真正嘛是讲足侪人就会去。有迄个 depression 安尼啦，有时感觉讲亲像我讲，即摆还佫会晓跟讲耍笑安怎的实在是
我的情形是较，就是无啥，就是无遐济迄个安怎讲，就是讲我阁无讲有啥物 depression 还是安怎，是迄个 COVID 互我的。啊，毋过我知影足侪人就是讲就是讲迄当阵无法度趁钱。啊，我有足侪朋友，因拢是迄个 musicians 啊，做 artist 啊，阮拢是迄个 gig base 的。啊，若是无工课，啊，咱迄个啥 concert 啊，就 cancel 嘛。啊，没有办法，就是无法度去趁钱。啊，若是讲迄个政府有一个迄个unemployed insurance，抑搁较好。啊，有人就是无，啊，就一定爱去做工课，啊嘛毋知要做啥。啊，就有就足侪原因安尼 mix 安尼。啊，我就想讲，这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啦。啊，这嘛毋是讲足紧就会使解决啦。迄个 mental illness 的即种物件，嘿。所以确实是讲咱人咯吼，若讲安尼关咧吼，啊关规冬啊拢袂当出去吼，啊连家己的亲人过身啊嘛袂当去参加伊的丧礼吼。我相信这拢造成足大的创伤啦吼。啊，佮毋尔安尼，佮变做讲有诶附近的人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吼，拄着去外口啊转来，像讲要含囡仔安尼。默默咧嘛毋敢行去甲话着吼，啊，所以啊，佫有拄则你咧讲诶，讲因为即个疫情啊，咧煞失去头路，面对中年失业这个问题啊，所产生对咱即个人类社会以后诶产生有可能诶心理吼，还是讲社会诶影响吼，拢还佫继续咧展现啦吼。所以是毋是讲谢文医师，你敢有伫遮？你敢要来？煞接来分享，柯锡文，大家好，蔡文刚有听到？有，请讲。好，安尼我就简单来分享阮的一寡，因为我是精神科医敢有师。当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住伫对一搭啊？简单，互人知影你的背景一下。我是精神科医师啊，我职业的场所伫台南甲云林遮。所以会当有一寡简单的即个经验和大家分享啦吼。啊，主要就是其实伫台湾，因为即个疫情的爆发较晚，啊，一开始其实大家因为一开始第一波迄个疫情有挡掉咧吼，啊，所以咱台湾一般来讲受到影响是较少啦吼。所以即个经验有时啊嘛无像国外医师遐济吼，啊，但是后来渐渐有一寡疫情的部分的时阵，吼啊，就开始有拄着一寡 case 安尼，所以我想要一开始要讲的是，看到的大部分的，大家感觉讲啊，这是毋精神科的迄个生理变较好啊，吼啊，会有较侪人困袂去啊，心情无好，有出来看病，这确实是有小可增加啦，吼，这增加的感觉就是讲，就是像大家讲的，拄着一寡代志，吼，本来迄头路变较无稳定啊，吼，也是讲因有一寡亲人感染着啊，还是隔离较久啊，吼，即款的吼，可能即种的就是讲一个第一期的反应啦，吼。所以我伫台湾呢，我家己的感觉是讲，即款的比例小可有增加吼，但是讲一开始外国咧 quarantine，台湾可能小可一寡少少的 case 时阵，加减啊有后来开始有较侪疫情的时阵，佫较侪小可，但是嘛毋是讲变了，嘛毋是讲含即能查了介侪安尼啦，吼。就是咱人生讲拄着一寡代志，足侪人有一寡 mental health 的问题会来看医生。但是倒转来讲吼，咱嘛有一寡患者，伊像讲伊本来长期，这是个人的一寡经验嘛，讲长期心情咧郁卒的患者吼，有诶人诶心理诶迄个机制嘛真趣味，伊颠倒会感觉讲是即个全世界拢有疫情诶时阵吼，全世界拢咧艰苦诶时阵吼，伊颠倒会变感觉讲，家己较有
动力要做一寡代志，家己的物质的镜头，长期的物质的镜头颠倒有较好啦。吼，这个基准嘛，可能是讲，咱人是安尼足奇怪，就是讲你诚好过的时阵，会感觉家己倒位无够，但是看大家拢共款咧，对你共款安尼足艰苦的时阵，有时啊会感觉讲感觉有一寡力量会走出来安尼。吼，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咱来看到讲，煞来即个病毒对咱的心理的健康有啥物的影响？吼，咱分两个部分，一款是咱即个纪录片看到讲，即个咧 quarantine 的即个影响吼。咱会着想讲，这 quarantine 之下，大家真艰苦，精神科着大家第一个较定有的想法着讲，是毋是讲会较侪人自杀啦？吼，去小可查者就是讲。旧年的一个伫 Lancet 的 paper 吼，就是这足好的医学期刊的即个文章，就甲咱讲，其实无增加呢吼。伊讲第一期伊是最终差不多1档左右啦吼。这个自杀的比例甚至一开始是小可有降低的吼，伊这是 suicidal attempt 吼，毋是讲真正死亡的人数，就是讲大家有想要自杀的，有记录的，因是最终一个较侪33个国家吼，24个是 high income 的，剩的6个是 upper middle income， 3个是 lower middle income 安尼。所以看起来就是像咱纪录片看到，就是讲虽然讲大家拄着足大的艰苦，但是嘛会找着咱的性命会找着讲一寡办法去应付即件代志啦吼，毋是讲就会互伊拍败。吼佮最终较久的时间嘛是讲其实看起来，安尼加起来是无讲有足大的。自杀的即个部分是无足大的增加，是有小可降低安尼，吼。这是另外几篇 paper 嘛是拢共款的即个结论，吼。另外咱就过来讲，即个病毒本身对咱人的精神有啥物影响啦，吼。即个病毒就是咱都有听过一寡 long COVID 嘛，吼 ，long COVID 就是讲你确诊了，你真正有感染着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了，你可能有一寡症头，吼，可能是这2-3个月以来，你会感觉人较喘啊，较高烧啊，吼，体力较无遐好，暗时困较袂去，较老烦恼，较老紧张安尼吼，这咱嘛定定看到，吼，即款的患者就是讲，就是嘛有即个研究啦，吼，报告讲，第一期来讲，较暂时性的一寡症头是，就是像讲 depression、anxiety 吼，抑郁啦，吼，还是讲即个叫摄入，还是讲烦恼啊，即款的症头，前1-2个月会较侪，确诊后的1-2个月会较侪啦，吼。但是你若确诊后到最终2档的即个时间，即到2档以后，其实风险含本来是就无确诊量就无啥物差别啦，吼。就是讲长期来讲，一开始有一寡症头，但是长期来讲，即个症头影响就较无啊，或者是有第二个一寡症头。但是长期来讲，咱讲最终2档就会发现讲，像讲失智症，吼，像讲这失智症啦，吼 dementia， 也是讲一寡 psychiatric disorder， 吼，这是讲精神病症即款的，吼，确诊了的2档，长期来讲会机会会较悬安尼啦，吼。所以意思是讲，即个病毒确实足毒，吼，会影响到咱的大脑，可能是透过一寡发炎的即个机转，吼，短期内有可能互你较困无好，较搞操烦，吼，较有长期来讲会影响到你的人的一寡记性啊，一个 cognitive function， 就是你的认知功能安尼啦，吼。好，煞来嘛有一寡研究甲咱讲，确实是有真正有影响到咱的大脑，吼，就是讲有即个伫 Nature 甲 JAMA 拢有一寡报告，吼，这是英国的研究，吼，讲到讲，有一寡是年岁较侪50岁以上的吼确诊的患者，因去照过脑，因确诊前就照过脑，确诊了后佫去照脑，去比较起来，迄个脑的一寡所在吼，拢会变较薄，吼。含这个嗅觉相关的所在吼，有比较薄安尼吼，全脑的即个体积嘛会较减少安尼啦吼。所以，咱讲了足长，就是意思就是讲，即个病毒，第一是这 quarantine 啦 ，quarantine 对咱人的行为有一寡影响，即大家拄着一寡艰苦咧面对的时阵，即个自杀的其实自杀的即个比例无比以前增加安尼吼。第二是讲，即个病毒本身。是可能会影响到咱的脑部的，短期内有一寡暂时的症头，但长期内对咱的即个认知的功能嘛是较不利的啦，吼。这
大概是我查到的。啊，我有请到另外一个同事，即个连亚茹医师吼，因为伊本身是咧做即个做个囡仔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吼，啊有嘛有一寡经验吼，这个伊搁要向人甲大家分享安尼。啊，我先讲到遮即部分，敢有人有啥物问题嘿？我是感觉讲真趣味吼，咱人性足趣味的吼，啊变做讲迄个安尼面对死亡吼，足危险的时阵，想较袂是要自杀吼，煞颠倒病啊活了伤好的时阵，煞感觉讲食好盐酸安尼就对。好啊，无咱是毋是咱请你讲连医师吼？好，敢袂当请连医师？你甲麦克拍开，小可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来讲好无？主持人，大家好，安尼敢有听到我的声音？听有，嘿。哦，好，我姓连，我叫杨茹，啊，我伫台南病院做囡仔甲青少年的精神科的工课安尼，吼啊我就是简单补充一寡囡仔甲青少年疫情的影响吼啊。若是讲为一般的囡仔语言啊，吼，甲社交即个发展来讲啊，其实是为囡仔的时阵开始，就是囡仔学讲话，一般来讲就是看妈妈主要照顾伊的人嘛，伊目睭甲伊的喙啊，甲声音来做搭配安尼，再来学语言。啊，佮有看一寡表情，啊，佮有眼神啊、动作遮的吼。啊，若是讲是国校啊即个阶段，还是讲幼稚园即个阶段，就开始是一群人约做伙开讲。一开始可能是囡仔拢家己咧讲家己的，毋过伊是做伙咧开讲安尼。啊，佮来豆豆因会进步到讲会当轮流啊佮合作，吼。啊，佮来。豆豆有法度听有讲，别人讲话伊背后啥物意思安尼？吼，啊，若讲甲国中、高中青少年迄个时阵，就开始变甲搁较困难，因为除了伊家己一个心理啊吼，甲一寡荷尔蒙的变化，啊，搁有伊想要为厝内安尼独立出去，所以伊有足侪需要社会性的发展，拢是需要有伊的同学啊，是其他朋友。做一寡情绪的支持安尼，啊，所以讲为 COVID-19 即个对囡仔甲青少年的语言啊，甲互动社交即个发展来讲，就是第一个就是喙暗的影响啊吼，因为喙暗就减少足侪表情甲动作，喙的动作遮个讯息互囡仔。所以有一个研究，我是去查到讲是爱尔兰的研究，伊是去追踪疫情中早出生的囡仔，追踪一年，发现讲因就是较少有机会拄着村的人以外，不管是同年龄，就是同款是 baby， 还是讲村的人以外的一寡大人，所以较少有无共款的社交。嘛较减少会当看到一寡就是表情动作的机会，就发现讲因追踪一年了，真正较少有发展出讲伫一岁时阵有意义的一寡意思啦吼，啊，佮有减少一寡，比如讲囡仔一开始无啥会晓讲的时阵，因若要摕啥物物件，伊就是用比的嘛，用去指讲伊要啊啥物就安尼，啊，毋过因就。即个一岁囡仔就较少有即种能力，过来就是甲人会手啊拍招呼即个能力，因就较少发展出来。吼，啊，过来就是听课甲社交的距离，啊，佮有一寡线顶课即个问题。吼，啊，即个问题就是除了互囡仔较减少大人做伙开讲啊，做伙佚佗，吼合作学习遮个部分以外。搁较严重的，就是影响到本来就较需要资源的一寡囡仔，譬如讲因本来就是发展就无啥好，还是讲较需要学校的一寡资源帮助的人，也是讲是阿公阿嬷带的囡仔，因为线顶课就是需要村的人爸爸妈妈帮忙搁较济嘛，
啊，佫有一寡是网络诶问题、连线遮诶问题，吼，遮拢会影响着囡仔甲上课诶时阵会当对逐家对着一寡拢有较困难，吼，啊伊嘛佫较少机会当甲其他囡仔分享生活中诶一寡代志。啊，若佫讲着是对青少年迄个部分，青少年因为本来就是对生活压力特别敏感，所以伫即个 COVID-19 即个期间，因就较定定出现心情无好，还是讲较够紧张、郁卒，吼，啊，佫有一寡身体诶状况，就敢讲身体遮疼，身体诶一寡无爽快就佫较侪。啊，即种较无好诶感觉、负面诶感觉，甲因感觉讲 alone， 就是伊感觉家己较无甲人接受有关系就对啊。啊，另外佫有一个影响就是伊若讲对社交媒体，就像 FB 啊、Instagram 即种使用较侪，也是讲接受着伤侪一寡 COVID-19 诶资讯，即拢对伊诶心情健康较无好。啊，就研究去讲，因若是讲，遮个青少年若是，譬如讲生活作息规律啊吼，还是甲村诶人啊、甲朋友啊拢有保持联络，就是会影响较少安尼啦吼。啊，其他一寡部分就是，因为 isolation 诶关系，就是有诶人伫村诶有一寡啉酒诶行为，啊，佫有一寡可能使用其他诶管制药品，就是药啊，有当时啊，因为伤紧张啊啥，就是药啊、安眠药啊食较济吼。啊，村诶若讲有大人有安尼状况，就是冲动控制就变较无好，有诶人就会出现着拍囡仔诶行为安尼。所以一寡abuse 诶问题嘛是即个时间有较济。啊，佫有因为使用即个电子产品诶时间嘛较济。吼，遮个拢有影响着囡仔甲青少年诶心理健康啦吼。啊，特别佫讲一个部分就是，自闭症 ASD 诶囡仔，因为即个族群较特别，因本来就较有一寡身体诶问题，譬如讲，有可能有 epilepsy， 吼，还是有一寡过敏啊，还是有一寡免疫 autoimmune 诶问题。吼，啊嘛有可定有一寡是因可能较大颗只问题，所以因本来生理上就是身体就是较容易有破病，需要去有医疗的协助安尼啦吼。啊，所以即阵囡仔就是定定因为 COVID-19 即个问题无法度来病院，所以有拄着一寡困难，就是伊诊断就较无容易接触到医疗啦吼。啊，过来就是本来因嘛有法度来病院做复健，譬如讲像语言的复健啊，还是讲其他心理的复健，遮因拢无法度做。啊，因若无法度做遮个复健，伊伫厝内就可能有较侪情绪的问题，譬如讲伊可能就会常常就足生气的，还是讲伊本来会晓做的代志，就变袂晓做，一寡较退化的行为。啊，即寡变化拢会互即个囡仔较无想要去参与着一寡平常时伊愿意做的训练啊，还是愿意甲村诶人共同诶活动安尼，所以对 ASD 诶囡仔就是影响嘛较济。以上是我简单诶分享，多谢。多谢华如医师，我咧叫称呼无毋对啦吼，咁叫做华如吼，第一个感谢。华如吼，哇，你第一个讲啊诚好，我知有2个医生，即摆拢要举手啦。我先 follow up 一下啦吼，因为我家己吼，我即摆我有2个3岁诶孙啦，吼，啊伊拄着遮吼，我会感觉讲，因妈妈拢会甲我讲哇，因遮即摆即下呢囡仔拄着遮，因着生出来时阵就是拢伫即个期间嘛。啊，因会感觉讲，因的即个社交能力吼，也是讲语言发展的能力吼，会较慢啦吼。啊，所以因拢好佳哉，因拢个调工，拢甲送去足早，差不多
3岁、2岁外，就甲送去学校安尼啦，吼。嘛拄着阮2个新妇，拄一个足教育讲囡仔着爱挂喙掩去学校，一个就是拄则像你安尼讲的，就是讲你若挂喙掩去学校吼，伊检测会互歧视，因为因遐平遐美国囡仔判因家己拢无挂，拢有即个情形。我即摆想讲要请教法律医师吼，就是讲像讲假使即摆囡仔即个伫疫情中间大个囡仔，因语言含心理社交能力发展迄个较慢嘛吼，敢会讲像失去即个 critical moment 吼，因为咱咧学习语言上重要是差不多即3岁，差不多3、4、5岁即个期间嘛吼。因安尼起互较慢去，以后因大汉敢会讲规世人影响着，还是讲伊较大汉了后，有较侪 exposure 以后，即个能力会当捡倒来？这个问题，因为这可能即摆还佫无研究会当安尼直接回答啦。毋过我是想着讲，一般阮临床上看到的囡仔吼，比如讲，可能是伊一开始较少，较少机会接受福建即种囡仔，ASD 的囡仔来讲好啦，吼，就是伊可能本来是有机会发展出一寡社交能力的即款 ASD， 吼毋过伊一开始无互训练着。伊若讲开始接受着一寡即种早期的福建啊早期疗愈即个部分，因进步就是算足紧的哦，就算讲是近2年的福建，都有法度，互因甲一般的囡仔都开始可能交流，拢差不多，拢感觉讲，看袂出来讲伊以前是互诊断是自闭症的囡仔，所以我感觉可能若是讲有破病囡仔有较确诊是 autism 的囡仔，拢有法度安尼进步遮济。安尼一般的囡仔，虽然讲是受到这 COVID-19 的影响，较少，譬如讲较少减少即寡社交能力的训练，若讲了后佫有机会，应该是足紧就会当入起来。我的想法是安尼啦。OK， 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咱即摆还佫无够医学的证据来回答即个问题啦。毋过用一寡个例来讲。应该伊是有可能啦吼，所以就是讲，即摆政策也是足要紧，就是讲，离即个搁落来即几冬吼，要有一寡课程来帮助遮个因为疫情关系厝人吼，即社交能力无法当充分发展的遮一寡教育的 program 啦吼，你意思敢是安尼？对，无毋对。好，安尼真感谢吼，无咱来我。看你意思，你有先举手吼，来听即个单位啊，好来，好来，阮麻醉吼，算伫第2线，但是麻醉医生嘛有真侪真有趣味的受即个 COVID 的影响吼，这小等若有时间再来讲。我即摆要先请教外科医师甲谢文医师吼。因讲这足趣味的吼，安尼精神科是真重要的吼。要请教就是讲，咱讲 alone together， 我有一个朋友40-50年的好朋友，伊有容易着 depression。这个疫情的中，我不是甲敲电话，所以要请教讲，这个。网络甲即个手机啊，即个手机啊，是毋是对 COVID 其中的人类的精神健康真有支持的作用？手机啊，大家做伙讲话，做伙照顾。安尼外律医师含谢勇医师，看你啥物人要先回答，外律医师你先啦吼，来甲谢勇医师你来补充。好。我确实是有看到研究讲，就是若讲单纯声音甲视讯，就是
视讯会效果，心理支持会效果较好啦。所以伫疫情之间，虽然讲无法度面对面做心理的咨询，还是心理的治疗，嘛是有足侪治疗师、心理师，还是一寡其他的 therapist 愿意做线顶的治疗，就是开视讯安尼做，对，这是我的补充。阮迄阵敲电话嘛是拢用 FaceTime，拢有看着。所以咱即个论坛袂歹嘛，吼，咱即个论坛嘛是拄好伫迄疫情的中间来产生啊。若无疫情，咱可能嘛无今仔日咱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论坛吼。新闻医师，你敢有要补充啥物？无呢，就是对啊，就是即个有任何的即个项人的有法度接触着，拢是诚好的啦，嘿，拢足重要安尼，嘿。OK， 所以手机嘛无完全歹啦吼，看安怎用啦。好来，陈伟兄，你来拍开麦克，请你讲。好呀，这个疫情中间吼，这个人的接触，这个我原来一个个人的经验啦，我是第一线的家庭医师啦吼，伫加拿大的这个中小的城市咧开业吼，有一站疫情上歹的时阵，阮差不多有6个月至1冬的中间吼，拢足少即个诊所有病人入来咧看吼，拢尽量拢电话中处理啦吼。即个中间吼，我发现到一个足深刻的现象，就是特别是老人啦吼，老人即群患者呢，足侪吼，定定敲电话来吼，你甲问的详细讲都。看起来都无啥咧，结果吼，才发现讲吼，伊吼有得到一个病啦，吼，还是症头啦，吼，就是讲吼要看医生的症头。伊安尼电话敲几来拜3回，伊主要目的就是干那要看医生，吼你若甲电话中甲伊讲话拢无效啦，伊要来看你就对啦，吼，这足深刻的这个吼。第二点吼，这个人甲人接触这个方面哦，其实对医生本人也有一个真深刻的效果，就是讲吼，我吼常常才发现讲吼，真正吼，这个咧看病的时阵吼，甲咱电话中讲，甲来伫诊所咧看的时阵吼，完全无相吼。这有的病人吼，伫电话中讲甲一大堆吼，你实在毋知影讲是真正要紧，还是讲拢无要紧，吼来到诊所安尼甲看一下吼，免讲话，敢若看一下就知影讲这无要紧啦，吼。所以吼，这是两方面，足深刻，你人甲人咧接触吼，甲线顶啊，是差别袂少啦，呀。好，多谢。这真趣味的现象吼。好，安尼迄个咱即摆刷落去吼，就是讲到还佫有一个就是 essential worker 啦哈 ，essential worker，毋知要哪翻译做台语吼，我是甲伊称作一个第一线吼必要的工作人员啦吼，就是讲足侪有一寡代志伫疫情的中间，你会使忙做就啥忙做啦吼，毋过有一寡代志你一定爱做啊吼，譬如讲医护人员譬如讲司机咧送货遮个物件吼。你一定爱做啊，所以是毋是李医师你先来分享讲恁一寡迄个麻醉医生才拄着的遮个疫情中间拄着遮个情形安尼嘿。咱大家拢想讲麻醉医生是救伫后壁干那伫开刀房做工尔，其实毋是安尼啦吼。阮打开始的时。所有的会使免开的手术拢关起来，所以真侪医生、麻醉医生或者间无头路。但是呢，真紧就佮闹热起来啊！因为急诊厝人遐尼济，急诊厝都爱分开COVID 甲参 COVID 无关系的。急诊厝有当时都爱病人都爱插管。伊的呼吸困难，用呼吸器，这原来是阮的一部分。
因为阮麻醉中拢用呼吸器，所以一寡医生就互叫落去急诊处帮忙吼。啊，落尾呢，佮开始就讲啊，无这医生啊要哪分配工作。迄较少年呢，伊较有健康，较有力啊吼。啊，因较需要income，所以若有代志先派少年啊。这较有经验的，也是讲已经有存一寡退休金的，就尽量主动莫去上班吼。啊，然后呢，你伫手术房，因为迄个 ICU 拢满起来 ，ICU 拢爆满，逐台迄个呼吸器拢用到无够用，床位拢占满。最后连麻醉医生嘛叫去 ICU， 因为阮有哪有 ICU 的训练嘛吼。啊，搁过呢，连开刀房的恢复室拢来改做 ICU， 啊，所以麻醉的参加的愈来愈济。啊，然后呢，麻醉医生变第一线，所以拢看到人拢是 COVID。你从要甲病人插管，你的片仔甲患者的片仔对做伙吼，所以拢真小心、真烦恼，啊，真紧张。紧张到啥物款呢？这少年的医生，伊尽量上班上足久，8点钟、12点钟啊了呢，需要转去的时，转去厝的时，毋敢入去厝内，惊去传着厝内人，所以转去厝伫 garage， 一切拢脱了，随落落去洗，啊人赶紧去洗身躯，啊然后再来参厝内人做伙吼。所以真侪影响啦吼，就是讲安尼，嘛有麻醉医生嘛有失业咧吼，啊然后佫变作无用吼，啊佫个人的生活嘛真受威胁，威胁吼，有威胁，转去厝啊毋敢随入去厝内，所以这是甲恁分享一个讲，阮麻醉医生有即款遭遇吼，即款状况，多谢。好，多谢真精彩的分享吼，咱搁差不多10分钟，咱来结束啦吼。啊，拄则伫即个 chat room 内面吼，我有看到人咧回应讲吼，讲即个亚洲学吼，爱含即个爱拆开吼，看若是所有的亚洲学拆开，莫搁用亚洲的概念来理解吼。咱甲日本、韩国。支那拢是无共价值的族群吼，即点我同意啦吼。啊，毋过伫迄个情景，即摆美国即个情景，迄个日本教授吼，伊咧讲的是一个现象啦吼。一个现象就是讲，即足侪美国人吼，迄会去攻击人的，迄基本上因咧教育程度拢无悬啦。吼，若是讲教育程度较悬的人。伊有法度通去分别讲，哦，你这日本人台湾人、中国人、越南人、菲律宾人，其实拢是无共款的即个价值观念。啊，毋过伊对即个皮肤外表看起来，拢是共款啦，吼。所以即摆是咧讲即件代志。啊，其实伫美国，照我所了解 Asian Study 吼，其实是拢头个白人来咧研究亚洲的一寡理论的现象，所以因用的是白人观点来咧看这亚洲的问题啦，吼。啊，搁有讲台湾就是台湾吼，毋是亚洲人尔吼，确实是安尼吼，因为伫亚洲变做讲亚洲的整合的程度吼，相差无够较较好啦吼。所以平平讲，咱含菲律宾真晚，含越南真晚。毋过咱对越南、对菲律宾、泰国的了解吼，减采比对全世界的了解减足少啦。吼，这是真不幸的代志。好，啊无安尼，咱要结束进前吼，咱迄个潘导演，你敢有啥物款问题吼，要甲大家分享？无啥物问题啦。啊，我是讲迄个，我迄影片还佫会使佫看几档啦，几工啦。
嘿，未看的人，即马拢也都会使看啦。看若是讲有啥物想要甲阮做啥物迄个活动会使甲阮联络啊。联络哈嘿， ，OK，联络嘿。咱遮有一个，咱有伫即个 Messenger 哈，Messenger 咱有一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讨论群组哈，所以若无参加的人也欢迎来参加，会当踮遐来讨论哈。今仔日诚感谢潘导演吼，我知影我看即一两礼拜吼，是你即20天来吼，加起来讲台语的时间都无像你即两礼拜较尔济吼。我感觉讲安尼你足勇敢啦吼，是即马台语拄着困难，就是讲吼，咱顶几礼拜咱嘛有请一个精神科医生来讲着即个台湾的迄个台湾人的 Stockholm syndrome 嘛吼。所以就是讲，咱所欠的，咱即摆台语所欠的是台湾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啦吼。假使咱即摆所有的即个少年人拢像你遮勇敢吼，要甲台语个重新学转来吼，就是真正诚有望。吼。另外我一个感想就是讲，拄则即个岳路医师吼，小云医师吼，听起来因的声听起来介是拢抑个诚少年吼，毋过因的台语拢讲啊诚好啦吼，是毋是讲因为恁伫咧读册时阵有去读着医学台语，敢会当请恁吼用几分钟时间来讲，敢恁敢有读着医学台语？若有读着医学台语，你感觉讲读即门课对恁有啥物款帮助吼？咱有来说，咱请谢文医师先讲，来请阿如啦吼。我本人伫迄个成大训练的，伫成大读医学系阮迄医学台语算一学期尔啦，2学分我嘛会记毋是必修的选修的尔，坦白讲就是熟悉罗马字嘛无讲足认真考试的，就是逐个趣味。我会记你讲，阮逐个做伙去台顶演一出戏，就是有分组啦，就是袂输讲是希望老师互咱较定有讲着台语的机会安尼。所以这个我感觉台语是一个是咱细汉的时阵迄个成长的迄个背景吼，就是可能若是讲向阿嬷迄辈的讲话讲较济，像讲阮哥就是阮阿嬷带大汉的，伊的台语就比我较好。佫有讲煞来，我是感觉讲为大学做 resident 了，就是讲咧开始咧就是咧做工课的时阵吼，咧一业的时阵，咧看门诊愈来愈济，就是阮伫台南咧训练的时阵，足侪患者是讲台语为主啦吼，无就是讲因你讲华语伊听有，但是你讲台语反应无共款吼，就是讲你若讲着台语的时阵，第一就是因为阮精神科足食迄种咱医生甲患者之间的迄种信任的关系吼，有时讲着台语，你着发现讲即个人的反应无啥共款。本来讲华语伊的反应是安尼，讲着台语伊可能会对你较信任。我有一个经验是，我旧年伫咱成大台南的我带一个阿婉伊先去伊虽然台南人，但是伊台语讲了较无遐练转安尼。伊一开始去的时阵是讲华语安尼，伊和迄个患者的爸爸就讲无啥对档，迄个爸爸就足生气的。结果我去，我就是讲共款的代志，但是我用台语讲，结果爸爸会反应着，嘛可能我迄个衫较长啦，就是因看着安尼讲台语，向因讲台语，伊是反应着较会当接受咱的一寡建议安尼，这是我的一寡经验，所以拢会尽量练习用台语啦，嘛有足侪经验是讲你用华语，伊有一寡沟通，就是有一寡问的迄个，可能因听有你要讲啥，但是因无法度随思考过安尼啦，就是讲台语伫南部嘛是算较好用淡薄仔啦，目前是安尼。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讲，到我做主要段医师主治医师了，我感觉我的台语有搁小可搁练习着，所以有较定讲。等到是讲平常时和朋友和厝内人有时讲台语的机会，搁无遐济安尼。这是我的
感觉以上。你病人医生的关系实在是语言足尔重要了哈，尤其是伫迄个精神科学顶头哈，情形还阁是安尼啦吼。啊，我住的所在吼，阮遮台湾人毋是诚济啦。啊，毋过我足好运的吼，我的家庭医师吼，啊，迄个神经科的医生，迄个胃肠科的医生，啥物物件，我拢调工经会晓讲台语的吼。所以是诚好。毋过吼，有时啊，因若咧无闲吼，拢会袂记哩。我若去都袂记哩。我即个是讲台语的，可能你迄个车在顶头，伊无甲伊注明讲，即个人是讲台语的。啊，我着拢调工去，我着讲，牵讲几句台湾话，甲伊提醒一下安尼吼。啊，煞落来，咱讲迄个外语医师，你敢有要甲咱个补充啥物？我是伫台北医学大学读书啦，阮学校应该是有医学台语，毋过我应该是选修，我若无记毋着，所以我若就无上着课。我伫医学院用着台语，其实是我有参加一个社团，叫历史之律师志，伊是进前一个先辈是林杰良医师，伊创办的款就是阮对校长因去云林海边仔的都市去村里拜访，收一寡文件的资料，阁有收一寡点题，譬如讲，我会记有几个学长是会去抽血，阁有留一寡是小便的点题安尼，就做一寡研究。所以迄当阵是因为去参加迄个社团的活动。暑假甲寒假的时阵，拢会去考学还是讲一寡其他海边仔的都市拜访，伫遐拢一定爱用着台语。迄当阵才开始有学着较侪医学用的台语的词安尼。细汉时阵甲剩的是甲阿公阿嬷会讲台语毋过大汉了拢足久无讲台语伫厝内甲爸爸妈妈嘛无咧讲台语。所以，开始接受着医用台语了到我来做住院医师是来台南训练，我嘛是伫先台训练，所以嘛是迄当阵才开始感觉讲那想会当开始重新台语练习转来安尼，差不多是安尼。好，吕医师，我诚多谢你吼。我感觉你拄则咧讲遐个，比如讲囡仔。迄个发展的过程吼，因的语言即个发展的情形大概是虾米款吼？我感觉这对咱台语家庭这父母吼是足重要的知识啦吼。比如讲第一个反抗期，敢是差不多几岁来吼？面对这父母第一个反抗期，这囡仔时阵咱要安怎甲辅导吼？遮个知识我看咱逐个拢这诚重要，毋过一般咱拢真欠缺啦吼。所以希望我知影恁做医生诚无闲吼，嘛希望讲恁若是有时间吼，会当用即个主题吼来甲逐个分享一下吼。好，无安尼咱今仔日咱正式的节目吼，咱就到遮为止吼。刷落来，迄个单路，咱今年即个228的筹备的主催吼，是请单路来咧主持吼，所以咱即马节目停止了后，咱请单路来甲咱报告讲即马筹备到目前的情形吼。伊有需要啥物款，逐个帮衬吼，无单路我甲时间交互你好无？迄个杨哥兄，你敢要小可有个后礼拜的节目？后礼拜的节目吼，咱是来等一下吼，你等一下好。